錄啦，係啦。係落唔落？1、2、3、5。好，唔錄開始。早晨，蕭小姐，我姓陳㗎，我哋已經收到你嘅投訴啦。你收唔到兒童台， No。你收唔到娛樂台， No。哦，一定收唔到成台。 No。根據我哋電腦，3月15號我哋已經有同事上嚟 check 你電視㗎啦噃。 Yes。佢冇嚟到， No。定佢態度唔好啊？ No。定係佢遲到咧？ No。咁究竟發生乜事啊，蕭小姐？哦，原來咁樣。我哋嘅同事漏咗煙頭喺你屋企，搞到你屋企火警。Yes。你需要嘅係我哋公司嘅賠償， Yes。現金賠償。 No。哦，其實我哋可以送1個月成人台免費俾你。 No。你想我哋賠翻間屋俾你？ No。咁，你等等。蕭小姐 ？No。No。嚇咩事啊？我未同你講嘅喎。我得㗎，冇事啦。喂，蕭小姐， Yes。聽同事講，你需要嘅賠償並唔係現金噃。Yes。莫非你要人？ Yes。要男人？ Yes。一咪要我？ No。咁你咪要佢？ No。莫非你有哋兩個？ No。咁唔通你要翻當日燒咗你間屋嗰個黃沙？ Yes。Okay, good. Thank you.